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接着师父来帮各位介绍这个往生论著，这个很重要的内容，很简短的内容，但是它非常有深度，很有意义的，提醒我们大家，凡是有心想要脱离轮回，跳出这个生死苦海的人，应该把这一段话要谨记在心，谨记在心。他说，三界是颠倒相，是虚伪相，是污染相，是破坏相，是轮转相，无穷相，是生死凡夫流转之暗宅，是有漏邪道所生。常情打梦，莫知悉出啊！这一段话太要紧了。如果你能了解这个我们谭鸾大师他所批注的，把这个往生论里头的内容很简单扼要的，经过他的批注之后呢，各位，我们才能够看透出说，原来菩萨的用意在这里，告诉我们把真相，世间的真相，把它点出来，把它指示出来。他讲三界是颠倒相，是不是颠倒相？三界这个人间就是在三界内嘛，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三界都是颠倒相，颠颠倒倒的，好坏我们。很多人呢，明明是错的，他也是照样的固执倔强，就是拼命去做，这种无量的罪业，伤了自己又伤了别人，颠倒啊！我们对父母要懂得感恩，要报恩，但是有的人出手打爸爸妈妈，要不到钱他就咒骂他甚至还杀他，颠倒相。颠倒，这个世间这些人呢，各位都是从黑暗的地方刚有资格来转世投胎做人，所以他心性凶残、恶毒，他不知道这天地之间该尽的这个仁义道德这是普世的价值，他不懂，他不知道，所以这个心好像被蒙蔽了，所以他做的事情。颠倒相，我们一般正常的人来讲，看这个怎么出我意料之外？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会发生的呢？怎么会是这样子做的呢？我们是想不到，但是为什么他敢做？为什么他反正就是也不去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，一味的，就是把很多事情不该做的，他就拼命去做。颠颠倒倒，各位，颠倒虚伪相，世间哪样是真的？佛陀一再告诉我们，五蕴皆空，受想行识都是空啊，这都是空。你色就外在的环境，然后你去接触，受到，我接受了这个，看到这个环境，看到这个人事物我接触到了以后，我就会去想，想会想。我喜欢的，我讨厌的，我可能比较中意的，可能我心里面有排斥的，这些想会想了以后呢，行就你会去做嘛，喜欢你就会去做，你不喜欢的你就会远离，所以你这个种子已经种在你的意识当中，八识田中，你的灵魂的这个神识里面种下这个种子，佛陀都告诉我们，这些都是颠颠倒倒，各位。糊里糊涂的，这些都是假象啊！所以虚伪相都是假的。有很多人他不是从内心里面真诚的交往，就是伪装、虚伪的掩盖自己把自己的真心把它躲藏起来，然后故意要陷害，故意讲些话来隐瞒。各位，这些都是虚伪相。我们在人世间都是虚伪的。为了自己的利益来伤害别人，你看还有污染相，世间是不是污染呢？我们接触了以后，不管好的、坏的、对的、错的，
都把它埋藏在我们的内心当中，我们的内心这个灵魂呢深处就污染了。实际上，这个是不要着相的。佛告诉我们，不着相，不着相，不着相。但是我们都是着相，一直把外在的东西带着，很在意，非常的在意，把精神投入在这一块里面。结果因为太过度的在意，内心当中就污染了，一直污染，一直污染。有一天你排除不掉。你好的这种心态能够健康，如果不好的心态呢，各位一直堕落，不断的受苦，所以这个叫污染相、污染相、破坏相。你看世间是不是哪一样东西能长久啊？没办法长久，都是破坏。一段时间它自然就消失了，它就会破坏了，就会破坏。你看佛陀都告诉我们，世间的钱财是五家共有啊，五家共有，有的是火灾，有的是水灾有的是小偷，有的是败家子，有的是一种没有仁德的政府他没有不讲道理的，就故意来给老百姓无辜的老百姓呢，造成他们很大的伤害。所以这种你看，随时随地都在破坏，所以世间破坏相、破坏相、轮转相。你看，我们人好不容易出生做人，但是如果你观念偏了，行为错误了，各位，好，你偏差了之后，中了这个恶的因，那你以后恶的果报自然就成熟的时候就出现，一直你就感召，自然堕落在地狱恶鬼畜生。各位师父每一次讲法都一再的提醒大家，告诉大家，各位，我们学佛最重要，一定要明白一个观念：有天堂，一定有地狱。师父就到地狱去3次，我看到了地狱的种种情况，我太了解了，所以我们剖开心腹剖开心腹，真诚的。毫不隐瞒的告诉大家，一定有天堂，一定有地狱。那你这个在人世间好不容易出生当人，但是你做错了，观念偏了，行为会是极端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以后你的果报凄惨、黑暗的，绝对是痛苦的，感召到哪里地狱嘛，地狱嘛。你为什么会出生就愚痴没有智慧判断不该做你做了嘛？那你这种是非不分的人，好坏不知道选择的人，各位以后下一辈子没有资格当人，就在畜生。畜生怎么样？要还要偿还人家的债务，偿还。那恶鬼道就奸贪嘛，很多人奸贪一毛不拔，各位不肯施舍，别人可怜悲惨各位值得我们同情，但是他看到好像置之度外。什么东西他没有同情心，没有怜悯心，所以各位这种奸贪的人出生在哪里恶鬼道，在恶鬼道。第一道是什么？会嗔恨心很强，对父母不孝，对做人呢违背良心故意跟这个天地的法则呢违背对抗。各位心性非常的凶狠，那么以后下一辈子感召一定在地狱道，那是痛苦这没有办法去形容的。现在不要说是很多的在经典里面记载有这么多的景象，我们随时一翻开都能看得到。那或许很多人会就觉得很遥远，实际上很多人现在做梦或者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人生病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想要复原，赶紧健康，但是没办法呀。各位一直折磨，不停的折磨，有的时候半年、1年、2年、3年、4年、5年，有的20、30年，就在那一直折磨。然后你看五脏内腑里面哪个地方坏掉了，他马上要切割手术。重大型的手术，各位，你看这个是不是人间地狱
人间地狱，不要说到另外一个世界灵界的地狱，你都还没有去，在人世间我们都看到。各位，人生随时都可以看到，一目了然。要死不去，要死不掉，活不起来。你想想看，这个人世间充满了这种非常的恐怖，而且非常的让人家就觉得很心里面非常的寒冷。就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？各位，这就都是我们过去所造的罪业所产生的。造罪业所产生，所以轮转相一直在不停的轮转。你出生人，有时候在畜生，有在恶鬼，有在地狱，一直在轮转，无穷相，无穷无尽的，没办法停哦。时间非常的长久哦，各位就无穷无尽的这样子。一辈子，然后下一辈子又是这样，下一辈子又是这样。你看，我们看到很多公案，一个人杀了人了以后，他为了要偿还人的命，你看他9辈子9世都要出生当猪来偿还别人。你看一念之差，结果造成自己的命运暗淡、黑暗、痛苦，就是在畜生道折磨。所以各位，无穷相不是只有一辈子就解决了，不是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所以无穷相是生死凡夫流转之暗载，就是我们这些要生要死，死啊要生啊，生啊死啊，一直在这边凡夫众生具备了一种贪心、嗔恨心、愚痴心，不该做的拼命去乱做。现在很多年轻人被迷惑了，为了钱不择手段的用尽一切的心机。然后去这么讨债呀，拿枪去枪毙别人啊，杀别人啊，你看这种无法无天的动作，他们不了解啊，这些年轻人不了解，可能为了一场就是冲动嘛，愚痴吧，没有智慧吧，他不知道这样做了下去之后，像你以后这个果报一旦出现，你呀，各位。你叫苦连天，呼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痛苦要死。那时候你再后悔来不及了。这就是我们生死凡夫流转之暗载，一个非常黑暗的、伸手不见五指、乌漆八黑的、暗暗的一条长道。我们住在那里面，你想想看，这多悲惨啊！看不到方向，看不到人生。看不到未来，都看不到，就是一个黑暗的住宅。黑暗的住宅是有漏邪道所生，就是我们经常做的这件事情，各位不完整，都有遗漏，这邪魔外道偏差了你的思想偏了，你的观念偏了，你的行为偏了，这是在这样一个非常错误的行为当中所产生出来的。我们就是生死凡夫。就是生死凡夫，长情大梦啊！每天很长久，就在睡觉一样，每天在做梦一样，都在做梦，莫知悉出啊！你不想去知道，想办法要这么希望期待能够赶快跳出，没有啊！你没有这个心，糊里糊涂的每天都沉醉，好像整个智慧蒙蔽了。糊里糊涂的，我不想跳出，但是一辈子又碰到困难的时候，碰到灾难的时候，碰到黑暗的时候，你看呼天天不应啊！你要求人帮忙没有人愿意站出来，到自己又受苦，自己又折磨，自己没有勇气来承担，没有这个勇气。你看，然后怨天怨地。怨父母，你看怨兄弟姊妹，每天都在埋怨，他根本不知道要赶快想要跳出啊！那你就好好学做人，要实实在在规规矩矩的好好做人，对不对啊？做人的本分，不要因为我自私，为了我个人去伤害别人，这种事情是做不得的，做不得的，不应该做的。但是偏偏很多人就是为了自己的便利，为了自己得到的欲望，那是伤害别人。你想想看，这些年轻人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糟蹋了你的生命，知道吗？污染了你的神识，你的灵魂污染了，
以后你会痛苦的，有一天你一定会有果报的。所以这一点，各位这一章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各位很重要。希望我们大家好好的学习，好好的学习，而且让我们自己能够深入在经藏当中，得到诸佛菩萨这些祖师大德的提醒教化。我们应该赶紧当头棒喝，啪醒过来。我们知道了，人生原来是这样，我们不能再走错误的道路了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好，希望这一章呢，给各位所有的莲友们，大家一起分享。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